突然打雷下雨的，我只是想找个有屋檐的地方躲一下。不用你赶，我马上走。那个，你说，我好几次都想跟你说来着，但是看你在巢里被挤兑的模样，如果再爆出我没有身孕的话，怕什么？我和严斌主仆两人，光脚进京，还怕那些穿鞋的？大不了我和我银城做我自己的生意。去贝尔木囤货也不错，还是那时候好。你说什么？贾运的事情，你知我知，传出去，你是要被砍头的。怎么，你要包庇我？否则呢，一损俱损的事情，我可不做。什么局嘛，这还不是生意人的想法。是啊，谁让你是我手头上最宝贵的货？感情我就是货呀，那你准备怎么卖啊？学那些奸商，先囤积起来，等行情好了再卖个大价钱。我无所谓啊，反正我有腿有手，卖不好啊，我自己跑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放你走。可是，你在担心小仙吗？我已向他说明白了我的心意，我会去向父皇请命，让他收回成命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你所有的可是，我都会替你解决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之间不许再有隐瞒、欺骗对方。